头摆一共到高雄民农重要的经济作物，大家应该如何先面到养内。不过睇民农发展养业以前，是喺台湾南洋重要的素材。贡献地区是中蛮内做养料的木兰木，采天人工强的。里面养业偏起来的化学养料，因来因普遍的传统的木兰产业归角路买下的。民农贡献过社会教务主任温文玲，如上海屯当天唔惊下的木兰前到进来，头一摆嘅富裕冇做上，不过更加学校的师生、家长韩国社区民众，如乡下落成来富裕木兰，复现民农嘅南洋，因为爱用南洋工艺来推保学校的特色，但论昔年呢，乡下侵占当地嘅传统。要轻轻的，不要太用力。好，把它扶起来。打造一群小朋友就地田荒散忙的做事，家头一合作，老家头帮忙的木老也就系抢的夫妇争来，行为动生意的老头荒一条难到去比古天等的，将会继续睇。绑错一睇啊你啊，等下啊你绑啊，没睇啊。哎呀，所有空过行不对。好养另外一片卡车的同学就负责绑错位。也到民农贡献过社会好生的，线上带电的一三种以后，我乡下来治理，也到在个种上的强的。俺哋行係強嘅啦，其實我從來冇見過，又行係讀文獻嗰度俺哋啲嘅，出過來以後俺哋啲啊南方其實都會木蘭的釀出來嘅，啊唔過到幾下我還是幾下時間，然後已經化學燃料嚟釀咩啦，化學的東西總是對身體比較不好，然後我們想說，把這個儀式的歷史，把它一連串把它就富裕起來啊！趕啲樹體的風采學來前，學校就啲定教日安排師生，然後大部分的搶嘅個個下來，我比這個產xuất，市場嘅過後，這個走來做藍天，也1分8的田空，全都會搶嘅，有的我留種，有的我拿來做可好聲音嘅對照組。故作人嘅溫文玲先生，搶本好生嘅，個地位看起來上到較強嘅搶嘅。基本上我們會留大概這樣子的高度，讓它繼續在2長。所以我們會是小孩子力量沒那麼大，然後我們大人後在他們剪過之後，我們會再把它修一下。做到好高，之前我老國考特嘅搶嘅，在個見到一撮撮嘢，畢竟5日，在個樓面面的也被留在期待，加入一天比例嘅收費，等佢標嘅2-3日嚟為停腳，搶也做難嘅功夫就會1禮拜當好事。不過對7年前就想愛在個來做搶嘅嘢，溫文玲來講，搶等7日，鬼是加動多。感覺也是蠻係咧使命的感覺啊！也冇傳下去，你看看7年前同7年後，喺冇做嘅事情，其實整個大環境來看都沒有變啊。我們建缸之後要養缸。2009年的莫拉克風災，老建時溫文玲只等在個中嘅搶嘅大刀快快，2分天就像存到一條寒山。今年3月咧。也向標地基新冠幅度當地位嘅計劃得到高中認同，佢要再過來傳通。120種溫文玲冇從頭擺按故事嘅，加1多人來支持佢。在遺失了120年，對，那沒有做就真的沒有人知道，就是這樣不見了。那做多做少，我覺得。至少努力過了，因為我是覺得我本身是很樂觀啦，因為我覺得有它的市場。首先第一個家長會支持，農會支持，我們試試看來種木蘭田。第二，我們從社區來下手，把志工隊和社區媽媽抓進來，成立成教班，開始來染。然後第三個就是在學校。學校的部分呢，我們把孩子、老師把它增能上來，我們全部的人都穿自己染的衣裳，也許粗糙，但是裡面有濃濃的手做的熱情。是很容易有縫隙，像這種 OK。
对安排考场都在各种强的压头，大家讲经过社会生意呢，做得讲都要参加。先生同家长带定一条生意呢，我向下前进，也向啲米农体系，强强就会买台的南洋公益。觉得很好玩，因为同学都帮忙，而且老师都教导的，我都听得懂。呀，因为我们已经14、17歲，我哋頭擺都叫我哋媽媽彈歌，假如彈歌南上，毋過唔啲呀原料上都用，我哋剛剛說哦，呀，我哋傳承哈，幫我哋一個好個帶來一個欣欣向榮啦，就講國唔會差。好，預備，開始。好，1、2，計數3，全部要放在水裡面哦。也下大家讲经过社会生意呢，唔但想做定自家设计，增加自家一两的手工蓝染运动衫，连续桥推每一家的面条街展现出自家蓝染手艺的其中一项作品。看起来4个角如果都有对称的话，就会变成很平衡。还有中间这个圈，是代表一个太阳。我想用一指神功来代表，然后下面都用扇形的，这样可能比较好看。按图变化蓝染作品，看得出大家生意呢，拢是独行又懂得天真立马白创意。讲经过社会实践，希望老一项计划尽发展出去，发展到国外。为xã企的机密，向下老一项计划做到行卡台。整个呢带起来以后，这边就不再只是老人家适合居住的地方，年轻人都回流了，他们愿意种木兰、做蓝靛、染衣裳，加上文创走秀，整个带动生活具有美感。像日本，你们只要谈到阿波兰，他们就会直接会联想到德岛那个地方。那就是变成一个是，那我很希望说我们在台湾讲到蓝染，就会想到高雄的美浓。计划为保有强嘅条件嘅，贡献国社会实践，要面对很多嘅困难，唔过铺设铺条当色彩。迄讲我亚条生意呢来上述蓝染手艺。也给大妹又怕太重诶，不过安尼做起事，就从迄啲生意嚟嘅新冠厚度点燃落去，那就会变啊，装不起来，未怕冇天错。